亚瑟真人版总算开播了，可这一次亚瑟还真成哑巴了。原本一间承载了1000年历史的古董店，如今在真人版故事中变成了科幻穿越的廉价舞台。这次亚瑟的改编究竟恶心了多少原著粉呢？今天就来带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真人版的亚瑟。说起亚瑟这部作品，也是当年不少人的白月光作品，当年在剧版定档之后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啊。只是没想到这次导演和编剧竟然直接给大家上了一坨大的。首先就是这次剧集的魔改程度，简直是连亲妈都不认识了。这一次剧版是直接将原著的核心设定推翻了。老版甘罗原本是从秦朝活了2000多年的人，因为服下了长生不老药，摆脱了自己身死的命运，然后历经沧桑，只为了不断寻找公子扶苏的转世之身，帮助扶苏想办法度过劫难。他本是一个历经岁月沧桑，眼神里有着无穷无尽故事的人，结果剧版却成了一个能自己喝酒喝多还多愁善感的形象，可谓是直接开幕雷击了。真的已经完全剥离了原本角色的厚重感，尤其是在穿越的时候，时光手环都给弄出来了，亚瑟都成了时光电梯呀，这多少有点不拿原著粉当人看了吧？可以说除了店铺名字，其他的地方跟亚瑟毫无关系，完全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奇幻剧作品了，甚至让人感觉导演和编剧压根就没看过原著，而且里面那些小单元故事也有各的离谱改动。第一个故事就是现代姑娘何以遥通过古镜和霍去病将军产生了关联，原本是个很动人的故事吧，结果剧版霍将军带着铜镜的样子，多少让人感觉有点着笑了。这是在给何以遥直播战场吗？还有对于医生的改编，原著的高材生竟然成了学渣兽医，这怎么能让原著粉接受呢？请问，而且剧版的选角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亚瑟真人版中是由高伟光出演的甘罗，也就是剧中的碧芝。不是说高伟光形象不行，但他和碧芝的形象确实相差很多。原著中对老版的描写是面色苍白，温润中带点邪魅的少年丞相，穿着一身赤龙服，是很多原著粉心中的白月光啊。高伟光演技确实没得说，当年的东华帝君也很出圈，不过剧中的高伟光梳着个大背头，穿着挺拔的黑色西装，跟霸道总裁一样，哪儿还有甘罗的样子呀？当然大家也知道，这跟演员确实没多大关系，导演和编剧想要的就是这种形象，只能说角色改动太离谱了。而梁靖康饰演的医生直接成了咋咋呼呼的傻白甜兽医，跟原著中看起来非常文雅的医生更是相差很多。还有原著医生明明是个高材生，改成一个学渣是啥意思呀？虽然抛开原著，梁靖康饰演的兽医还算能让大家看得开心一下，不过饰演扶苏的时候气场那是直接断层了。俩人在现实世界聚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就像霸道总裁和他的小娇妻，一点没有原著中知己的默契可言。而且看着看着还是容易想到高伟光的遮胡哨，刚下墓回来也不知道沐晨珠找没找到。至于其他那些配角，大家也只能自行观看一番才知道什么情况了。总之一句话，看完这部剧完全不要带着原著的脑子，不然你会一点也看不下去。说真的，亚瑟真人版被吐槽的地方确实有点数不胜数了，比如整个制作质量来回就那么几个地方，外景也都是棚拍和抠图完成的，看起来质感并不是很好啊，还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苏北路作为一个考了3年兽医证都没有成功的助理，竟然直接给碧芝的乌龟诊断开药。要知道虽然是兽医，但也需要有行医资格证啊，苏北路这是完全非法行医。还有第一个于文静的故事改成了古代将军和现代瘫痪少女跨时空网恋。咱先不说这跨时空网恋有啥问题啊，人家原著跟霍去病谈恋爱的姑娘身体也没啥问题啊，咱就说非得要加上点残疾瘫痪啥的才行是吗？你们这是有点拿残疾消费的嫌疑了吧？而且官方还有一个很骚的操作，那就是在平台发布了这么一句话，由于天台人比较多，还请排队取号。这是让原著粉直接去天台集合了吗？官方发文能有这种情商是真的牛逼呀！不说好好安抚一下被惹怒的原著粉，还上赶着挑衅原著粉，这是啥意思呀？即便是亚瑟这么多年热度下降了不少，但原著粉也不是这么好欺负的吧？当然亚瑟真人版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不把这部剧当作亚瑟来看，只当做一个奇幻的穿越剧，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全都跟原著抛开不谈，倒也是能看。片名我建议直接改成31世纪时空规划员和他的宠物医生朋友，或许作为原创剧被大家接受面会更广。所以真的求求了，那些好作品别再继续魔改了。